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驶，这是背音。这里驶就命令的意思，像咱讲驶袂行，意思就是叫袂行。这里驶嘛有会用的意思，像讲会驶袂驶。另外这里驶嘛有用的意思，像讲驶暗步就是用暗步。啊，若是人讲驶木马，意思就是团木马。啊，若是驶圣地，意思就是发圣地。这里文音读做数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乱数，这就是黑白来；第二个词读做驶目字，有人讲是驶目尾、输目尾，会当讲是用眼神来表达特别的意思，嘛会当讲是表达特别的意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唔通乱输甲人驶目字，啊若无引起误会，代志就废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驶，另外文音读做数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